准公幼的政策已经实施6档，不过专教总伫咧今仔日举行记者会指出，这几档6都的准公幼平均3成拢有违规，所以呼吁政府应该提高准公幼的标准，严格来监督，甲无合格准公幼淘汰，才会当确保托育的品质。 家长抢破头嘛是刻的入米公共幼儿园，政府为此推动准公幼政策，但专教总指出，根据民间团体统计，2018到2023，6都的准公幼违规比例达到33.7%，等于是3间都有1间违法。认为政府应该提悬审查的标准，不应该让违规的准公幼继续领补助生存落去，行动是歹的甲好的赶走。 应该要3年都没有违规记录才能够申请。那另外是他在合约期间呢，如果他违法了，那应该是限期2次，如果不能改善，就要即刻解约。 专教总举例，捌有1间准公幼违反师生比，无办理囡仔的团险防裁罚；某1间是违反师生比，又搁发生不当管教防裁罚，明显损害到囡仔的读册权益。所以认为，只要有相像的违规，3年之内拢不应该核准申请。专教总嘛认为，准公幼的师资是真重要，若无依法落实调薪，嘛应该予严格监督。 老师并没有如期调薪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空间去 pass 掉这件事情。专教总指出，受到囡仔生了少的冲击，去年甲前年囡仔人数是无到14万，比107年的18万外加真多。希望政府会当提升品质，互品质歹的准公幼来退场。面对准公幼得要进入第3期，呼吁教育部量早甲社会团体来讨论新的修正方向。记者林正梅单从台北报道。